我一路，翻譯的教練。你邊燒門？偏偏係油門啊，右手係油門啊。佢話咧，佢冇煞掣嘅。如果咧你要慢嘅話咧，就要鬆實右手。呢個係啦。誰先出發？係嘛？邊個先出發？你哋啊？頭啱冇聲。識得營銷的教練，白話冇聽。東方向盤左手邊，給油慢慢給，慢慢給。